书华南区大众集体。 请领奖支持杯前倒立躬，蹲倒立躬，讲师好，讲师好。录下。好，请坐下。敬爱的弟弟，在座各位家长叔，那各位助理。 各位，还有顾问，还有咱的经理、副经理，咱的总监、咱的专属，以及在座各位先生内底大家早安。早安。因为咱是11点，所以早安。咱的罗汉啊，下台的晚安，主席啊，罗汉先锋着上天的主笔。 总是会奉主，师尊师母的内底，还有咱的伟大的老先弟，咱的义秀大老师，咱的朱先弟，领导的义和县人的传师团队，看在座各位前辈者吼，咱一个白羊的团队，所以师弟吼，大家都有一次这个学习甲了解的机会，这是吼哈要感恩的。 那么咱非常的有会当同住一道来这个总业的活动受讲的普及。那今日互我要报道的这个题目吼，叫做尊师重道。这个题目叫做已经大家都识的啊。啊，但是吼，咱人吼有一种毛病，就是年纪若愈大，记忆的。 愈无好，咱吼伫道场若愈久，就像一个人年纪愈大，所以记忆愈无好。咱的前辈者，听咱吼，就从请教以后所听所捌的尊师重道，到次呢就是老英才啊、老单主啊、老干事啊，大汉拢老啊。 听咱个利用的字，听咱拢的字啊，所以搁甲咱做一个复习，安尼而已。搁有捌听过吼，来甲咱做一个分享吼。但是因为时间足宝贵，时间足珍惜，时间嘛足有限的，毋过道理足大、足济、足快，咱讲袂完所以吼就简单，安尼甲咱问好啦吼，甲咱问好。 那么上重要，这个来时间是，好啊，要注意先天内底来学习尊师重道吼。尊师重道，才会当改变命运；尊师重道，才会当离苦得乐；尊师重道，才会当脱离轮回。相信咱今仔日坐大遮，毋是无目的的，咱坐伫遮有可能。 嘛是做自然的，毕竟咱是目的，咱是无自然，坐甲无轻松的情形之下，咱搁要拼坐大遮，拄则像你讲的，今仔日天气足歹，落下下早搁伫遐起望上高，这讲的因为今仔日吼雨势伤大，所以今仔日的班有可能停班，安尼落下就足轻松的，这叫做梦想就对啦。 但是这星期，我伫菜市要出门的时阵好煞天哩，真啊，免惊雨伞。然后就看迄边内底是边咱拢南边、北边、东西边，我拢搞不清楚的吼。云足乌的，互我想
落雨，甚至是落大雨，安尼咱是毋是加受愈侪苦的，而且真危险，听讲嘛有人去破的，所以讲骨折啦，所以咱是毋是爱感谢天父师弟？咱啥物拢爱感恩吼。那么互咱今仔日无，就是受办法要甲咱分享讲，咱一个师范队的人才，或者是大主，或者是啥物干部拢总好，咱时时刻刻拢爱心存感恩，安尼就叫做尊师重道啊！安尼就叫做尊师重道啊！所以尊师重道是最严肃的代志。伊是要互咱得到足侪好处的，你看，会当改变命运。咱讲我若只歹命，咱就想要改变嘛。敢有人感觉伊出好命？中国人嘛拢无任何的了解，嘛拢无任何的动作。你若是你世间讲若无伫道场咧想的，感觉伊足好命，拄则咱助理讲的有影。好想吼，代表伊就伫迄个苦内底，毋知影讲苦袂了的人间嘛。若以咱即个师范来讲，咱会当真会感觉讲，咱有好命，你是正好，因咱命运已经有改变啦，或者是讲已经有进步啊。你敢知吼？而且验麦克风是用双手的，为虾米？因为吼，看前面看助理的麦克风吼，一手。做自然代志，我嘛都爱用举手哦。伊安尼后脚较若吞大只固定，后脚较无，所以咱看到前面来助理，伊到尾啊就是会甲麦克风举起。其实这是无自然的代志哦，毋过这是小事尔。伊这事来讲就无自然，咱得想办法嘛，对不对？那么咱内心内底是毋做侪无自然？迄个叫做咱的苦的来源嘛，安尼敢爱想办法？爱就是爱做尊师重道，爱学习尊师重道，了解尊师重道，真正来实践尊师重道吼。那么咱即个师做伟大的，咱即个师吼，真正是万国的教主。咱即个师是一代的大名师，所以伊传道互咱。咱今仔日坐偌遮是为着啥？为着得道，有求道啊，有学道啊，要来修道啊，然后会办道。到尾啊，咱感觉想要讲，想要成道，有哦，咱若当头的真正互我给他按个赞。因为像我吼，毋捌想过讲要成道。为虾米呢？因为迄是结果自然成。咱只要有即个过程，好啊修，师傅甲咱讲哦，好啊修一条，打拼努力的办一番。伫即个过程，咱只要会当尽咱即个分心，尽咱即份的力，结果伊是自然成的吼。所以传道互咱，然后伊互咱有信了，会通好去行功了完，行功入德，互咱会忏悔来消家己的罪过错，然后伊会改咱的迷血，无咱做人吼艰苦，因为人生是苦海，这就是咱坐面孔的，嘛毋是咱点啊思讲的，这前面早就讲嘛。你搁全家伊真正嘛会当知影讲吼，人生拢是苦，所以互我看过一篇的文章吼，本底是咧用出来互咱看，但是时间有限啊，伊写啥物拢总苦吼。生也苦，死也苦，有钱也苦，无钱也苦。有钱的啦，你嘛去伊无苦呢？因为伊想要世界去排名，安尼苦。那有钱就好啊，但是有钱人叫咱想无共款呢。伊有钱啊，伊想要讲全世界的有钱人的排行榜，拢苦，无钱就足苦啊，逐项拢足苦，所以伊的结果到尾也讲。唯有来修道办道，修办修业，才会当离开这个苦。这是咱人的礼血嘛。礼血到尾啊，就是按迄个名师，按咱的师，来甲咱
金，伫人生内底物质啦、荣华富贵啦，毋通伤认真，这才会当离咱的苦吼，伊才救咱会着。所以害去了葫芦咧卖药啦，卖药啊，着爱有缘的、知音的，才买会着。然后吼，伊药啊，敢是爱用水配吼，即个水吼，爱是原用的饮用水，原用。咱来遮学吼识无，就是要互是土的儿孩的原用。我讲过，我去大陆看伊的动车，规个拢很好，和谐好。这就是中庸的精神，地中和。中就是拄则咱助理讲的道，迄个和就是德，一个体，一个用。只是讲的文字，用的文字就是相同，伊的意，甲伊的言辞，其理永远哪一项尔。所以一个人若袂原用，手办刀若袂原用，内底拢总有遗憾，有缺陷，拢会造成点，这我就无讲啦吼。所以看老师标就甲咱讲，标出来是原用的饮用水，伊就一饮一用，才叫做道。这内底有深的含义，咱家己体会。伊甲咱讲保证你百病拢无，百病拢会消除。所以这灵书，咱真正爱家己准吼，因为伊对咱来讲实在是太重要啊。所以这是在遵书中的内底方法，是甲咱介绍的。那么，过落来方法就以遵书甲中道两点来调咱做参考。啥物叫做遵书？就尊敬咱的师啊，尊敬咱的典范师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目标就是安尼尔。咱家己尊敬，咱家己尊重，咱家己尊重，吼，迄是尊的意思。那么即个咱头前就甲咱提示哦，伊讲尊师就是尊天命，足妙的哦。咱今仔日交咱的各位典范师有会，咱伫伊的即个传授之下，伊代表了咱的济公外师、济公老师，要来替济公老师做伊的代志，传道、授业、解惑，所以是共款的吼。那么即个来自于天命，咱拢知影讲吼，天命之为性，这中庸第一就甲咱讲的嘛。咱受念书一指，就是点开迄个自性的门户，出力的门户，体用的门户，按怎用即个上好的一点就会明。所以讲，互我会当听坐伫咧开始的时阵，想着即句话，就是以前吼，我嘛会听阮师姐啊、王姐讲，欠即点，输欠欠，伊安尼讲啦吼。鼓励是着真鼓励啦，我拄则就想着啦，咱伫即点赢天点，即个呢，咱家己遮偌尊贵，咱若无真正好啊对道理去家亲近，咱拢会感觉讲我坐到遮做委屈的呢。我真正是忝的，我昨暝课搁上到11点，等于到厝看会困翻点，我今仔日搁操兵搁来坐倒去啊。咱的功夫嘛，需要真理，需要咱有着即个道，咱有遵师，咱就拢做喜悦的哦。像我拄则咧听到着安尼，沐浴伫天温顺利之下，听着咱助理讲的道吼太妙啊，解说了太清楚啦，因为我就足欢喜的，我足欢喜的，足轻松的，因为等下我毋免讲啥物叫做道。这是哦，我个人足欢喜，咱可能拢无互我个喜悦，因为我早就想着你伫遮，用即遮，助理大哥介绍了即清楚了，互我有迄个中道的道，毋免讲，安尼也是足欢喜的一件代志，听甲真正安尼足喜悦的，安尼即道理遮尔好，遮尔妙，咱今仔日竟然吼安尼。互老师数一类坐大遮，这是
师傅来讲的啦吼，有地的人甲选起来，这个国语才会顺啊。天授使命传经线，有的人而学。所以中间有甲咱讲嘛，大德者必受命，伊会受上天的天命，上天互伊指令，的啦，请讲叫啊好啦吼，叫伊去做传道、授业、改帖即件工课。所以这是迄个天命的来源哦。那么老济人和老济人历史家咧讲嘛吼，尊金线系统的天命，因为咱讲天命，伊遐嘛讲有天命，力量三种嘛讲有天命，做着保护嘛拢讲有天命，伊个沙盘批嘛拢讲伊这是有天命的。但是好老济人甲咱讲嘛，伊讲爱尊迄种是金线系统落来的天命。所以咱甲去2楼、甲3楼去看着咱64代祖师的圣像无，迄个叫做金线，迄个嘛叫做系统。所以到64外远，佮其他就是家己亲师做做啊。咱今仔日真正是就受了即个金线系统的天命，所以讲吼，咱的效果就拢会出来。咱真正道真、理真。天真，咱坐大遮就有1分的安心，1分的喜悦，1分的消业障。咱敢知咱坐大遮会消业障？你嘛，若伊照逻辑来讲，食苦就会了苦啊。咱来遮坐吼，是有影啊？上体拢咧记录的呢。若伫遮坐了，无伫遮坐，若无差，咱就搁来遮坐。有差诶，差一济啊！互我有一种感受啦吼，这嘛是真正所传的。有来伫遮坐，我无就年纪偌济岁啊，伊就无用伫天阮书店内底，所以有形中的上天的加持。你但若年纪伤济哦，然后长时间去长，拢无来坐大遮，伊就袂爱来啊。然后又出济理由吼，讲伊为虾米无爱来？然后互我咧甲听吼，即个头壳内底无，伊咧杂音就足济啊。反正无教互我讲的啦，人烦恼足济，就是遮杂音足济啦。咱来听灯吼，就是要消除遮杂音，互咱就当来用灯，有师咧甲咱牵绳，咱办即个前辈遮大德者来甲咱牵绳，所以坐大遮叫做目标。互上天的天文书在甲咱加持，咱若有法度去感应即1份的天文书在保证咱摕大遮真正效果有够好诶。效果做伙就是咱捌即个哦，是咱在即个心态上、行为上，伊足自然无，还佫思想上，拢会受到天文书的加持。若拢无来坐人，真正吼，较无即个机会啦吼。所以即个金线吼，我就拿来做一个参考。这拢师傅讲的，这毋是我是害我无遮讲吼。金就是上八，咱拢知影西方地是金嘛，这是伊的方位。所以为虾米咱讲，咱拢爱倒来西方？伊这毋是讲方位的问题，伊是咱内心一种的心境。伊迄个金八的意思就是讲清清白白。所以咱来遮学习吼，就是要甲咱理查反污浊啦、恶道啦、反歹的啦，会当照着即个尊师重道，即个公后说道场吼，家己吼漂白，洗互清气啦，安尼咱清清白白，才会当有一天回到咱的西方。所以这毋是方位的问题，因此着做单件，着做毋才安尼讲。念经啦吼，要求生西方，若西方的人做做念经咧求往好处，伊就是咧甲咱讲是心，咧讲的是咱的心境，毋是咱吼即个有形上的东西南北即个方位。所以修道是修心，办道是静心，静即粒清清白白的心，静即个修即粒。咱用迄个无量的心，回归到会当互伊清
就是小嘞。即个意义是遐尔多，遐尔心无离开道，安尼叫即条金线系统，咱去有定。咱着一步一步接近了弥勒祖师的道场，这个老师的南屏山，毋是讲，阮以前伊才拄安尼讲啊，老师是希望咱紧死去，无才拄伫遐讲伊伫南屏山咧等人。咱咧讲的是咧讲咱的心啦，心若拢清清白白修了好，咱拢是去交老师住伫南屏山嘛，因为遮无插恁嘛，吼，这清净的啊，有这侪好处的，咱会晓会介绍啊。所以老师讲伊拢当无人啊，敢是老师敢是讲伊拢当无人？为虾米咱会当无人？迄代志也拢足济啊，咱的前辈遮代志也拢足济啊。老师讲当无人，所以意思就是安尼，讲就是安尼就会知。所以道若在心，咱心中有道，行出来做嘛，拢有道，讲出来拢有道。迄个金线就知，金线搁你有定。如果吼，咱无用道，咱无修道，咱无行道，无道行，道就离开咱的心，那么金线就断啊。所以咱的金线搁伫个无？还是等紧弄有得的来，若你会继续往上爬，接近咱的神论，接近圣的，接近咱的即个弥勒佛吼。所以讲有一句话安尼形容啦，道亲利亲，金线是通天的嘛。所以咱是得到道亲利亲，天命真的真理天道。那么所属的宝贝是通天侠，是通天决，嘛是通天寿，是通天印。咱下晡迄个三宝生活，咱的点文书就会甲咱接落去讲吼，这是咧互咱通天的。所以金线是要互咱通天的。人讲咱有通天的本领，咱即条道，咱的学道，咱的书法道吼，是要学通天的本领的，毋好要伫咧在人世咱做幻想，这是垃圾的吼，咱会清清白白。所以这是一种形容，若内容也不精，外形搁自私，安尼哪有得？又无够济啦，阮真无讲的，十一有够济，烦恼囝，烦恼孙，烦恼鸡啊搁袂生，烦恼有够济烦恼的啦。伊讲愈老愈烦恼，吼，真正是咧老歹命，安尼。所以好命歹命决定伫落的，毋知？无通家己讲，无通遮空，迄个空空。因为问我听，我拢讲毋知。空如尔吼，这是空性云哦，伊的全称啊。所以吼，即个内底若无精，拢袂清啦。安尼若做出来就自私啦，这讲的道理啦。虽然变输低的，咱共法，我是金线有无对吼。所以讲。金线牵，金线连，金线绿灯，是好的。因为人活伫三界内底，四生六道轮回，菩萨不能修，佛不能修，大德者不能修，所以伊必会互上天甲伊受即个，可以托伊的天命，可以甲天下寄托互伊，互伊来甲咱传道，甲咱授业，甲咱改变，互咱救着即条回天的金线。所以金线连，金线牵，金线一段，性命通保全。这拢是咧形容咱内心的一种的境界吼。那么咱内心要去带动咱的讲话，咱的行为。所以你看咱来道场拢安尼彬有礼吼，因为咱对人有尊重，咱有佛规，咱有礼节。所以修行人上重礼节，爱有礼貌，爱有一个即个重节。咱来遮就是拢咧学习这吼。那么这是即个金线所做的一个简单的
怪，这点嘛是话无互伊啥货啊？颠倒是因拢会上好诶摕来互整理啦，点万事哦。啊，对点万事有咧尊重，互我感觉讲道足好诶。互我会感觉感觉讲道真正道真，理真，因为迄是自然，啊自然就是道。所以这微妙诶，啊咱相信咱若做讲师诶，也是讲咱捌去出国诶经验，相信咱也当感受着即一份互我所讲诶，互我无咧欺骗人。伊真正有够重视道诶啊！尤其若点万事讲出去哦，伊像咧钓乐土安尼啊。但是即一份诶尊师甲重道，伫咱台湾无慢慢渐渐保庇，所以咱个过来即个上尊师重道即个课，啊，过来习咱诶初心找到倒来。即卖社会是流行叫做啥？初衷不变吗？是不是？啊，这自然，咱曾经咱的点万事吼，咱的前辈者无？啊，曾经讲师真正是足自然的啊，迄人知因为啥物？其实就是因为道真、理真、天命是真的，然后咱自然的一种流露，就是拄则咱的助理咧形容即个道，形容即个的共款，伊足自然的吼。所以咱对在咱的前辈者、前二点万事，咱的前辈者，咱咧讲话言语爱谨慎，毋通冒犯。人讲一寡吼543啊，你知影意思无？迄无重要，我讲啊是一寡世俗的，迄讲话面是悬的，咱敢要相信？讲道言道语、道的行为、道的态度会是悬，咱来遮就是道这。啊，若要讲我世俗，我543，我有诶无就互我嘛做后讲，但是讲袂出来，为虾米？自然，自然你就会受感化，袂阁讲歹话。啊，有诶人是人伊天生就会讲歹话啊，是尊贵诶。伊做中济咧，讲话即一点人毋免去修啊。啊，咱咧修心，伊就是诚心心爱互伊惯嘛，毋则叫伊惯落。会早前就甲咱开示诶啊。咱安尼金线了你有着，毋是讲我人第二车逐款拢有够，我都说啦。安尼叫做金线你有着，金线在咱的心中嘛，爱清清白白，爱有重质，爱有合无道。安尼即个金线系统，即个天命，啊咱就有条的。然后礼貌对周到的，毋通安尼轻放。啊，这有一个礼貌吼，有一个礼貌是爸爸甲咱分享啊吼。譬如讲，咱若看到咱的点万事，伊点坐伫边仔，伊无可能要甲我放落来，甲我摕面顶来。安尼即个事有影怪怪啊吼。我是解看着即个张点万事嘛，张天书点万事，啊伊迄人本就出嫌伊啊，啊伊就打心领咧，啊伊就偷偷啊来坐在后壁啊咧开会，啊伊是袂输，袂输啦。咱个家孙啊，毕竟伊是迄个天命就无共款。啊，人个我记，风已经风雷，这叫做咱个国法应数，咱以此类推啦。所以咧毛周到，啊无轻慢，咱毋是咧奉承哦，咱毋是因为伊是安怎不是，毋是因为伊的身份甲地位，咱尊的是尊伊份的天命，因为伊是伊代志做足艰苦的，受咱一条面顶一杯茶，其实无过好。咱若捌倒会要出国啦，咱就会去体会到这一点。咱若会对伊安尼做咧嘛，啊讲话足谨慎的啦。那么过落来吼，时间愈快，所以互我讲较紧的吼。过落来爱甲咱讲如何来尊师，啊相信这咱拢做有够嘛吼，啊咱个学习来个来做无较好。尊师吼出济啊，因为时间愈慢，所以咱莫当讲一点嘛吼，咱爱体师的心。那么师的心吼，伊就是要救度众生嘛吼，爱到伊去个个拢嘛是咧救度这有缘的人嘛，然后会当互伊脱出苦海，当顶即个角度，所以伊家己或者是一直咱爱讲师为因说法，互因听经文来了解即个周道和道
道受到伊的宝贵，互伊会觉醒、会了解、会改革，所以会当登上即个金线系统天命的即条飞天之路，这是师的心，伊的心情心思即项命无其他的代志啊。那么当然，即个白羊修行有成有还，其他凡事伊家己拢会处理。伊所讲的代表，拢是咧讲即个道务啦，即个天书啦咱体会伊的心，咱就是对伊拢是咧做即个导游的，讲导游节，有缘的导游的即个工作，互伊会有踏出苦海，会当登上甲路的一个机会。因为伊要踏入去苦海，甲要登甲路，敢是咱咧甲决定的，毋是在个人。但是咱来帮忙面，咱帮忙面就是来讲经宣传，咱大天宣传，然后咱来以心实的做哦。咱咧道流就出来互伊看嘛，因就会感受啊，就会学习啊。所以用言教、用言语、用嘴讲的，一种是心教，即个上有效。譬如讲，互我讲一个例啊，即个大陆大陆咧入班爱听着你做认真嘛，因咧较无水啊，欠水，个个看嘛拢安尼，咱台湾就无欠水啊，水源总雨雨伤济，了嫌落雪，翻遮济，日袂了，工课做袂了安尼啦有我毋知影通咧烧互安尼，因就安尼。对这点传书啊，对这讲书啊，足重视的。有一摆我就听安尼讲，伊就安怎讲伊讲，这道理足好听，因为这台湾的讲书迄是阿姨咧讲，伊迄个讲书毋是安啦，讲话足好听，足柔的，讲话足慢，我足爱听。因为咱知影大陆咧讲话拢足紧，咱讲话愈紧，安尼啦，足大声个。咱就看到迄旅客来咱台湾无，迄天饭店拢伊的啊。伊伫第一道若要叫第八道的人，伊直接就较坏啊。咱家己安尼，咱若有修养，咱若有着咱袂安尼。所以这拢是爱学习的。这是咱的心所，这个是完全一种的迄个和，一种的和。咱讲的，咱讲话敢是爱轻声细细。人咧无学道，无伫道场咧讲，讲话嘛好安尼，即大声呢，你惊吼？尤其做囡仔分道，爱轻声细细。若咱修办道咧，应该是爱甲道的字即个流露出来，咱会去学习所以这最重要的。这是体书之心，再来是尊师之法。在咱即个修办道、修道办道，伊就在办道内底，你一个团队，团队就领导者，然后有一个制度，有种种，这咱爱去遵守。比如讲，互我所遵守的一件小事，互我应该讲在你带超过时间的，有够流坡，然后无感觉，拢感觉应该咧袂要紧。毋过，互我就去最近较乖。尽量时间到就说，互我讲，互我嘛咧遵守呢，因为这是一个制度嘛。这若有咧重道呢，因为这是咱道场的制度，咱要去家己遵守嘛。咱若要安尼做，咱就会放掠。放掠就无欢喜，就会起无明无就我莫讲啊，拢互你讲就好，你拢做好讲的，就安尼会遵守啊。所以遵守的份，如果份啥咱毋知影啦厨房组的份，厨房组的嘛，咱就6组嘛，5组嘛。个人去诉机会啊，有时做无好势，当然会互人训示咱爱遵守无。安尼代表咱的修养，代表咱的学着道，代表咱低心下气。这老师甲咱教，咱袂当叫咱安尼大细声讲，很多大爷咧烧钱啊，讲甲本金这大条，咱就边仔看，讲这叫做修道人上甘心。我无去修嘛，修养比伊较好所以讲话种种这内底的道理是靠咱家己去体会所以这个教诲就是代表咱看毋捌，或者是咱做无好，咱爱虚心受教，
无你讲的啦。咱有做者考验嘛，因为无下咱的伊咱嘛是算考啊，考有倒无？无啊，考倒袂安尼大只，对毋对？所以今仔日咱全部拢是一团尊师重道的人才来坐大只，安尼就叫做好讲的吼。所以，互我简单的介绍，你就好啊，大家应该拢做有够啊。这里为虾米写怪文？爱考之言，这互我拄则讲完啊。这讲有水啊，应该咧这修办道的过程无？安尼点传说安尼讲的，单数人才拢会当晓无？恁拢袂当晓困，那像咱有点传说嘛捌讲，咱嘛是拢地话，伊拢袂当讲啊，无我今仔日晓困一个好无？四工，咱也地话苦，会得要排四工，啊，咱人才不若做是拢有咧论。单数嘛，不然单拢有咧论。所以讲开为虾米咱爱尊敬伊嘛是有原因的啦吼，真正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咱爱讲一头来嘛，咱尊敬吼，搁是初级，咱进入中级爱效法因的行为，因为伊为了救众生不惜辛劳，真正是东西南北安尼吼咧奔跑的咧走的，对啦，咧点道。就甲叫啦，但是咱做人才，就讲，大概咧点道拢叫你第一组啊，然后第二组，吼第三组，讲三个的讲师拢10个咧论的，足久较讲一届尔。所以讲，家己是足辛劳的，但是伊的目的是为了啥？为着咧救度有缘的众生，所以咱爱头啊，安尼才叫做尊师。毋是对伊足好，就叫做咧尊师，互伊足好的物件，互伊食足好。小可尊尔，若要大尊吼，就是学伊的行为，吼，学伊的行为，受伊的感化吼，然后继续持志，吼，继续伊即个普度众生的志愿，咱爱有传承，咱爱甲咱的才华，甲咱的晓的，甲咱甚至咱的修持，咱的一种好的模范，甲伊传落去，甲有缘的摕出来，甲美德传互伊。甲即个天命系金线系统，即个真道会当使伊有求道学道的一个机会，然后会当进入了修道，咱就要去做啦吼。这是继师之志。那么在尊师部分无学的，讲到遮，再来我要甲咱即个参考的是重道的即部分吼。因为我拄则有已经宣布啊。无哈，毋免讲何为道，因为从伊拢讲较详细啊，所以吼直接进入吼，咱爱如何重道安尼如何来做啦。但是首先吼以咱的荷兰真理，历史上尾啊修道的方式所讲的一段话，拢是咱荷兰真理伫的，伊为着要互咱天下的人才、单子人才、讲师干部。会当真正运用在道真、理清、天命真的即个遮尔天本事的之下，所以伊足重视人才的教育，所以开了足济7天1礼拜的师傅班。啊，当时的师生若要入班，有时阵爱洗头路。啊，毋过伫即个时代，即个师生袂当安尼做，因为即个头路足歹做的。若是头路行就无头路啊，咱是有善有坏，所以一个师生为虾米讲，师傅拢会安尼讲啊吼，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是事实的，都是应时应机的。咱真正想要目标在1礼拜的天本书店，咱何老先人带领的讲师，伊家己训练的，然后有即个师傅来迄个干班，伊过来教育咱已经有机会啊。那么今仔的特色
事拢紧记在心，吼，袂去互袂记住。因为即句话哦，咱印象足清楚的，伊就放伫伊上尾啊的即个班叫做修道的方式。因为毕竟咱修办道是为着啥物目的？其实咱知影，做人足艰苦。安尼啦，做人苦袂了，做人就前途啦。无论你做了偌久做人，永远是轮回。爱做啥较好？做仙。妈妈拢讲，老人拢11点我就要食饭啊。然后伊拢感觉少年人拢叫伊小食饭啊，搁毋食饭。哦，阮讲袂12点诶，无就因为伊就足关心的，然后我甲伊讲，毋食啊，伊就袂搁问啊，毋食啊，要做仙啊。所以做仙无需要咧食人间的五味，就去种伫咱的心道，拢毋免咱很较好嘛。咱要做人，咱要是即个搭配，因为即个吼，互咱做烦恼的，即个嘛足好的。因为做鬼嘛会做的，做魔嘛会做的啦。先做苦嘛会做一个，所以即个嘛足贵重的，看咱安怎运用啦吼。那么其实有诶讲到，咱真正爱反颠倒啦，甲抗议，甲反安怎呢？啥物叫颠倒？颠倒倒咧颠就是做垃圾的啦，颠爱嘛，做垃圾的嘛。咱的玉祖吼，伊会去天灵，就是因为伊看出来啊，本来有一物，为啥物做人怎会掠过？做人掠足侪过哦，家己掠过啊，家己搁有艰苦啊，搁一烦恼啊，你做人够矛盾就对啊，点，你感受心中要甲咱宣传嘛。所以讲话讲到就来，咱做物件无好，洗互清气，转来洗吼，清白白甲伊反颠倒来，就是做劳碌的啊。因为咱伫人世间做劳碌啊，做烦恼啊，到尾也是真空啊，做怨叹啊，来世则搁结因果啊，搁因果报啊，欠人伤济讲，我后世也要出死恁后爸。做甲足欢喜，到尾仔囝嘛不通，嘛做怨叹。讲莫讲嘛，莫去讲嘛，因为在做怨叹，搁讲袂听袂落去，袂听进。人真正做矛盾，人真正可怜。老师讲过啊，可怜的人就是有可恨之处。若甲知影苦为虾米无要离开苦，老师讲。道理你敢真正知影做人艰苦？如果你知影做人艰苦，为啥物你无想要出苦？人论伫世间遮尔古水哦，偌古水的，偌好耍的，我讲足济，到尾来8到10回反无去啊。所以凡所有上，该是伊无苦就甲咱讲啊，咱敢会去觉醒，去体会，有觉醒有体会。咱才有可能会去做反颠倒即个大事啊吼。对，在伫遮伫即间学校内底啦吼，等下互仔遮上遮看。你伫倒咧写吼，就是后
日。迄落讲有诶人做爱食臭豆腐，伊哪会去食臭豆腐？因为伊想要食，伊想要食。哦，所以就是伫遮一切拢是伫遮生活出来吼。啊，咱过生活当咧过，但是咱若要要反面的，咱即粒心比做无常，咱即粒心比做搞怪，咱即粒心做到做业做过做，拢是即粒心出来。所以修道是修即粒心尔，办道嘛是尽即粒心尔，互伊回归到清清白白。咱若会当清清白白受咱影响的人，就清清白白。咱若是歪刀起错，互咱带出来，影歪刀起错，咱敢要相信？所以以前的人讲吼，若要做亲情，讲要安怎？拍拼。若要了解因祖囝，就看因老母；若要了解因囝婿，来去看因老爸。因为会传染，所以迄个叫做遗传，迄叫做咱的宿命。那么这一切的鸟，今仔日借着咱会当起来着认真使用，咱要家己做一个解决。啊，所以这条心真正做歹的，咱是官歹的，贪心啊！啊，咱即摆是，我若咧讲，你拢毋承认啊，因为咱着有改变啊，我着有学佛啊，我学点翻，学真理，学点翻书啊，我学阮的领嘛，我受阮的领去感动啊，啊，所以咱得修咱的心。无修出好嘛，有慢慢啊修。那么咱的心拢就是安怎呢？为了咱的头壳内底是做侪代志拢还袂做，做侪物件拢袂买，做侪所在咱还袂去。我要环游世界，我要来做佚佗，啊要买啥要创啥，当然利用的需要，会养鱼嘛，是要做事业。但是咱是毋是有过分呢？一个皮包啊，哪有够用？即个看着袂歹，搁买一个，因为小小啊，一个100块尔。比如啦，咱就是安尼，其他若是啥，因为咱人就是贪，啊所以会用。啊，迄种细节，咱靠咱的心理来家己会懂。所以我有感想哦，若年纪愈侪岁，愈袂买物件，还是嫌哦。除了嫌，阁有啥？感觉咱用袂啥会着啊，敢是无常啊！我毋知过一工就要安怎样哦，我买一堆。啊，这是用安尼咧讲，啊，若有智慧的啦，就是这种者。哦，迄种真正智慧啊，迄个电脑会当想安尼家己存记，是欠。